昨韩国瑜伫咧期待甲咱大道办暗会，人数相当多。蔡英文总统和副手赖清德早起来到台北、新北冲选前继续扫街。配合明仔载选举，台湾高铁长途的车票已经拆甲拢无啊！早起高铁公司宣布讲会阁增加5班车。昨日伊朗的飞机失事，侦查引起攻击美军的基地无几点钟，嘛引人怀疑意外幕后真正的原因。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初1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咧期待甲咱大道办暗会，继将15个拿军的县市长招拢到地。韩国瑜大声敌民进党，伊阁笑出3项代志，讲一项是党政不分，一项是立法院用人数济强欺辱，另外就是影响新闻的自由。韩国瑜讲，这拢是过去国民党上届互人犯嫌的，结果换民进党执政，煞逐项都做甲照。韩国瑜！彰显2018要选战，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燕3个人共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到晚伫咧开刀做势，甲夫人李嘉芬上尾登场。韩国瑜以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内面的一段话，形容这卖台湾。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天堂的时代，也是一个走向地狱的时代。韩国瑜讲，民进党重新执政，大家就是讲会清廉执政，努力拍拼，互人民过好日子。结果民进党却变做金光党，贪污腐败，也讲到民进党在野时阵上讨厌国民党做的3件代志。党政不分。第二，立法院多数暴力。第三，新闻不自由。有的时候还会再骂一个，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司法不公。民进党天天骂国民党，结果执政3年半，我们发现了，原来民进党你不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你是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啊，对不对？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控制司法、控制新闻自由，和台湾的自由民主无态度。在做些暗会进前，韩国瑜刚会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讲伊自一开始参选，民进党的攻势就无停，已经知影有抹黑伫咧等伊，毋过无想到讲有9成的媒体拢互民进党控制，才用民调看牌来对付。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骑日母车一手拜票，昨日是走桃园新竹这线。昨暗时伊伫咧宜兰的暗会嘛，提醒支持者，选举是民主的喜事，无听亲人朋友政治立场和咱无共，嘛毋通当作冤仇人，都要用爱台湾、爱土地的心情去投票。倒英台主席嘛话讲，民主胜地宜兰人政党票都毋通分，集中转互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昨到后几天，用车队扫街向选民催票。自新竹市出发，经过新竹县、桃园市，为党籍立委候选人拜票。暗时赶到宜兰、贵人甲台北龙山市3场造势暗会。在宜兰的暗会，蔡英文讲，宜兰爱赢好水、赢好悬，因为宜兰有一个传统，是上珍惜民主、上爱自由的所在。尤其是咱宜兰这个所在，咱一定爱赢。咱的爱赢好水，赢好悬，安尼好啊，唔好？好。蔡英文讲，对手的广告做了这么大，对手的支持者到这么拢无放弃，和民进党的支持者正烦恼困袂去，讲国民党若个倒来，唔知要如何是好。咱的对手咧话讲是庶民总统，迄是假的啦。有钱有资源的国民党才是真的。咱是不是要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只会讲空话的总统？咱是咧烦恼讲，咱未来咱这4年作为改革，是不是就要没有了？台湾是不是又要回到过去那种92公式，依靠中国过日子？蔡英文提醒支持者，莫怀疑家己，莫低估对手，莫看轻对手，也莫把对手当作冤仇人。民进党主席倒英台也希望把政党票投给民进党。宜兰的胜队对家开始，维护民主进步党在宜兰的传统。不要被配走，不要被分走，把政党票留给我。蔡英文讲，选举是民主的喜事，
亲人朋友加减的立场无同，无需要刺激对方，也莫去照对方的政党认同，就要以爱台湾、爱国家、爱这块土地的心情去投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湾高铁长途的车票以外拆个已经拢要满啊！早起高铁公司嘛宣布讲，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阁会增加5班车。啊，高速公路局这边是估计讲，拜六早起10点过，罗南的路段就会开始塌了。因应拜六大选高铁佮增加班次，拜五甲拜六增开5班专属坐列车。另外嘛，机动增加陆运尖峰时段车速组做车厢，所有旅客登记投票。代替因大选嘛开出89班的加班列车，登记车票差不多卖了。过度部分，高公局估计拜六早起10点过后，罗南的重要路段可能会塞车。国一的大概在桃园路段跟新竹路段，以及国三的桃园路段，再加上在彰化系统的埔园系统的彰化路段，都会有一些车潮涌现，还有国三的南投风景区路段还就有车潮涌现。天气部分，拜五台北季风渐渐减弱，拜六投票迄天会早起，也是出日头的好天气。暗过拜六下晡开始，因为锋面渐渐靠近台湾，天气开始变较乌阴。暗时因方面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落一寡雨。气象局提醒，要去后花看开票民众都要准备雨伞、雨衫。尤其呢，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雨量是逐渐的增多，同时呢，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性小雨的情形。因此呢，在选举日的下午到晚间这段时间，将会是天气慢慢在改变的一段时段。气象局嘛提醒，拜五暗时到拜六早起，金门、马祖甲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风，影响能见度，请坐飞机往返投票旅客都要注意航班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特别登票，飞机场入关的人客，当嘛排甲叉。啊，交通部民航局已经公布，旧历过年中国和台湾对飞增加的飞机班，咱国这边的航空公司加64班。中国国内迄边是加132班，这也是10年来增加上介少的。有旅行业者就讲，中国禁止国民来台湾佚佗，定着是有影响着。松山机场国际线日经大厅早起就出现真侪人，因为拜六就是2020总统甲立委选举的投票日，真侪民众提早回来故乡准备投票甲过年。在上20多年了，但是参加投票第一次。因为觉得还是要尽公民的义务吧，对，所以特地回来投票。对。桃园机场日经班机嘛，差不多每一班拢客满，敢若车站的日经旅客数量就预计超过67000人次。因为今年旧历过年甲大选投票日子真小可，为着要疏运旅客，民航局公布2间春节加班机，华航、中营等等台湾的航空公司有64班，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等中国籍的航空公司是核准132班，总计196班，是去年总数的3/7，嘛创10年以来的上计量。有旅游业者表示，过去春节连续假期是中国旅客来台湾的高峰期，不过去年中国送禁带令了后，中国旅客来台湾的数量减少，嘛影响到国内的旅游市场。最高峰期的时候，每一天最多可以到15000到18000。11月份统计出来数字，大概一天都来了1000多位。在整个观光产业来讲，整个产业链影响的非常大。根据旅游业者统计，去年10月份中国旅客团甲自由行一天来台湾的人数都过去10000多人，降价到1300人左右。航空公司甲观光相关产业拢受到冲击，不过航空公司唔敢凊彩停飞航线，是改换用较小型的机型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顶日乌鹰直升机失事的不幸，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望8只乌鹰停飞，一直去详细检查。目前台东2只救难的直升机已经继续执行任务。昨有飞绿岛，早起嘛有飞男士去载镜头较重的患者，返来台东就诊。另外空中勤务总队嘛讲，过来安排人员固定时间落去接受空中救援的训练。台东机场2只乌鹰救难直升机初步完成特检，恢复执行救难甲离岛病患后送勤务。空勤乌鹰恢复勤务，第一项任务是找到前往绿岛后送一位血管特别训练人到台东就医。10号透早5点也再度出勤，前往男士后送一位慢性气脱掉的居民到台东就医。服备了后，小连3成功完成后送离岛病患任务。台东空勤队表示，会继续注意乌鹰直升机的保养甲人员训练，维持离岛空中后送勤务的正常运作。完成的特检会依照飞机的各系统，有相关于旋翼系。引擎的方面，还有各的液压系各个方面的特检项目来执行。
那执行完毕之后，飞行人员也在地面学科方面也加强了研讨了所有的地面处置的措施。空勤队表示，为了让无人机飞行员甲机组人员各项操作更加熟练，也会定期安排正型人员训练，避免外界质疑无人机人员训练不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嘛来讲轮银这个集团过去20档，用假买卖契约甲照新刑具者的步数，甲九间银行贷款诈骗计共386亿。早起台北地检署将包含轮银公司负责人的查某囝在内，拢总22名的当事人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台北地检署侦办轮银公司贷款诈骗案，侦查已经断落，将轮银的负责人现主事人拖出去外国的杨文虎和王英之翁仔某2个，求刑30档，规条案拢总起诉36个人。早起，台北地检署就将已经收押杨武成，就是轮银负责人的查某囝，各另外21个当事人，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担嘛声明讲，因的手头轮银集团的拍摄有12亿，过来也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咱过来讲，经济部佫通过2间申请紧留台湾专案的企业，佫有2间倒转来台湾投资的大商。这2间大商，一间是中国国内上大的大间，生产车内咧用的 LED 的沥青科技，佫有光学镜头的大厂金国光。目前经济部投资台湾3项方案，已经接落319间企业，投资的金额达到8547亿，按算会当创造出7万几个职务，让台湾人佫较有工课做。国际经济变化真多，台中回台力度无减少。经济部催告通过2间大商回台甲2间军留台湾的企业，其中回台大商包括中国上大的车用 LED 厂商沥青科技，甲光学镜头的厂商，也是全球上大的玻璃镜片供应厂金国光2间，拢总投资14亿。沥青是 LED 车灯，因为我们现在过去传统的车灯。是慢慢被淘汰掉，在中国生产因为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还是每个客户希望它能够移回到台湾来。他们也有考虑到东南亚去投资设厂，因为那边的劳工土地的成本比较低，但是他们去考察过后发现说，东南亚的部分，它的整个产业的供应链还是比较不完备。投资台湾事务所表示，除了沥青科技甲金国光2间军留台湾的企业，分别是文德科技甲启德机械。文德科技是非金属 CNC 加工机全球的领导厂商，因为油船、航空、医疗甲汽车布局大幅度成长，即卖启德报告使用，投资4期代表力甲台中建立新厂。启德机械是亚洲启动工程服务业第1大品牌。因为政府积极推动绿化风电带动的相关基础建设发展真好，会投入超过8亿伫台中清水厂建立智慧化设备，提高产能。2间军留台湾的企业冒13亿投资。我们现在看到回台的，包括2019年，其实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业，在中国大陆那一边的相关的投入要素价格已经不再低廉。而且相关的法规其实对台商在那边经营也不是很友善。投资台湾事务所表示，目前投资台湾3大方案已经带动319间企业，投资差不多8547亿，估计创造7万外的本国就业机会。3大方案后续嘛话90间企业伫排队等待审理，下个月嘛阁有100亿左右大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等下关心政治上盖新的消息。民进党提名蔡英文总统和副手赖清德，早起车队倒转来扫台北市和新北市，用暗因乡人卖点，起得甲咱大道会合，徛起咧选情之夜的舞台顶。蔡总统呼吁支持者讲，若是心肝头的着急烦恼，就行出门去斗扣票；若紧张者，用暗就去起得甲咱大道，用行动甲因支持。一直发动选2020大选投票进程的最后一天，选举连任的总统蔡英文的扫街车队为土城出发拜票，车在下体当一日会有票，争取选民支持。因为对手韩国瑜初九暗时的开刀造势成功，引发讨论。蔡总统特别向支持者发挥：若有紧张嘛不要紧，
今晚的选前之夜，大家都站出来，安尼好吗？蔡总统希望随出每一张支持的选票，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车站嘛回红想法，首站为树林出发，为东进出连任的立委，苏家辉早加拜票，对韩国瑜开刀做实成功。赖清德点见无咧惊太多，太阳都出来了，哪里怕寒流呢？国民党的造势活动人不少。但这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压力。除了早加拜票，蔡总统嘛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向问到台湾希望甲中国有好的关系，如果希望有国家主权，但是考量中国对民进党反感之下，是不是阁是执行这件代志上好人选？伊强调，民众对台湾保持主权意见是同款的。北京最想看到的是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社会，那么台湾的经济跟各方面的发展迟滞。让他们在形塑双边的关系上有一个比较好的着力点。但是从现在来看，台湾人对于台湾的主权、民主、自由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意见还算蛮一致的。蔡总统透过外国媒体专访向民众发挥，嘛表达真出连任决心。那车站暗时选前之夜，蔡总统可以出席台北、高雄两个造势活动。赖清德出席新北甲台中两个造势活动，两人最后会伫开刀大合体。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是继续咧调杨惠如网军这条案的议题。因阁将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在因咧看内涵真歹字幕，拢扣做伙讲，意思就是讲蔡英文政府咧操作亡国感，若无就是运用当场去甲人插水稻票，就是咧打压反对派的人士啦。2020的选战到达上后尾一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也是针对杨惠如网军的议题，批评杨惠如到今也是无看人，无法度对外说明互清楚。嘛指出甲驻日代表谢中庭的关系那像真好，当初时就是谢中庭邀请伊入去民进党。我们只希望呼吁大家，如果看到杨惠如小姐，或者是杨惠如小姐本身，请她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因为我们社会不需要再更多谎言了，我们需要真相。因为是选战的最后一天，韩国瑜办公室嘛清算蔡政府就任以来几下的负面的关键字，包括操作亡国感的亡国感，还有压迫唔是家己人的插水表甲当场等等。落尾是邀请大家做伙去高雄的选战之夜来闹热。1450派系治国、绿色恐怖等等，我们最近屡见不鲜的各种现象，一个普通的寻常百姓，只是因为发表批评时政的言论，居然就可能被警察上门敲门查水表。若是副手张善政是去花莲拼最后的吹票，挺民进党的候选人卜坤基用华语和大家把英文翻成国语，和民进党落台。礼拜六最重要的作业就是英文翻成国语，对不对？英文翻成国语，这个是大家明天的任务。张善政选择来挺卜坤基，国民党伫咧花莲杀的立委候选人黄启嘉，就那像是去互孤立，反而伫咧花莲闹分裂，家某无挺家己厝里的家囝的状况之下，选举结果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嘛继续用车队扫街，因为赵少康呛出一句，等我宋楚瑜就是等我蔡英文。宋先生嘛掠话甲直讲，公元2000年用假民调做手害伊落选。台湾才会获得接落票的，正正就是赵少康本人。尤其宋楚瑜佫讲，若要放弃者，嘛是放弃无能力、无经验的人来支持伊，唔才对。选战最后一天，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到新北中和，替亲民党立委候选人李正浩徛台，伊佫徛伫咧日部顶悬扫街，对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找到伫咧韩国瑜举办的胜利晚会，表示邓好宋楚瑜就是邓好蔡英文的讲法，宋楚瑜是全力回击。2000年的时候，就是赵少康跟他的好朋友叫做丁廷宇做假民调，宋楚瑜没有跟他来计较，然后由马英九公开的把假民调来糊弄大家，把台湾搞成今天这个局面。对前一阵马外界传出弃韩保宋的声音，宋楚瑜唔能够炮火上阵拿赢，伊佫较批评绿营，讲这波民进党早就用过啊。20年前就玩这种把戏，现在又在玩。我讲的不好听嘛，民进党也搞弃谁保谁啊！投给韩国瑜就是投给习近平，当然要弃那个没有经验的，也没有能力的
随着要登票啊，暗时宋楚瑜会伫咧竞选总部举办选情之夜，最近公开用电话录音替亲民党有正当票的郭台铭也确定会出席，两个人共台也引起关心。希望对于下一代6岁以下的好好照顾，这些基本政策，正好都跟郭台铭先生相同，所以我们志同道合。宋楚瑜沿路扫街，强调要甲周经国先生认真替老百姓做代志的精神找到转来。伊讲天大地大，人民上大，希望最后一阵会使拍了水开。记者洪敏珍、张玉水，新北报道。台湾民众党的郭文铁主席今日嘛确实真拼力，要甲支持者的票拢吹出来。不过因的选情之夜，就无像亲民党、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确定是无要来这边徛台坐镇。目前有消息讲是郭台铭手下人员咧和台湾民众党拍扑扑，郭文铁早起嘛甲话讲减落去，伊要求郭先生内部都要小检讨一下。柯文哲不老亲身推荐。拼选前的上尾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规工伫三重埔全力助选立委候选人李明伟。不过，民众党暗时的选情之夜，郭文铁甲郭台铭共台的行程，敢若一直超袂好势。两边的阵营嘛拢有无共款的声音。上尾决定郭台铭无要来，佮有风声讲郭阵营呛下民众党，讲因嫌票伤济。我猜了，郭老板也要检讨一下，你有这种幕僚啊，还需要敌人吗？为什么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说。那坐轿的都没意见了，那扛轿的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利益纠葛在里面呢，就反而关心则乱。郭台铭四届徛台，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赖香林嘛无认同。伫到馆长的直播节目内底嘛讲，做人各爱有承诺。郭文铁认为这个是民众党的特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不过王立强这个案件伫选前一直有争议，引发哪里攻防。郭文铁指出，这个是一种战术。这个典型的就是。也不叫抹黑战了，这叫乌贼战术啊！选前都没有真相，选后大家也没有力气再追求真相。葛特曼就典型的例子啊，选后也不去追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找到暗时伫开刀的造势声势真大，连郭文铁拢坦白讲人真多，但是如何评论，伊无愿意讲。我们不要讲这个影响选举的话，所以周文正人很多了，非常。会激起民进党的危机感吗？这个还是未来。无要讲总统大选，郭文铁专心伊的国会第一战，向支持者化话，搁化话。让我们成为在现阶段是最强力的监督者。记者郭彩王德兴新北市报道。那总统甲立委咧拼，一张政党票嘛真要紧。民进党是副秘书长林飞帆带一群青年人去到台北车头拜票。国民党这边，佮再开记者会，呼吁支持者都要集中选票，三场拢就转互国民党。另外嘛有真侪小党早起拢真拍拼，佮落骹带队行街路，一票一票好。因摕风送头大声喊口号，分大纸互经过的民众。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带青年伫咧台北车头拜票。我们大约下修到至10、20，如果再加上10到15席这个焦灼的选区，确实未来在国会里面，能不能够防止亲中政党的联盟过半？这个是一个有待努力的一个过程。民进党修改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希望选民伫咧登记故乡投票的时阵，嘛爱集中政党票。对手国民党阵营同款嘛是扫集中选票。佮话讲总统大选唔是三分天下，若是无投互韩国瑜，就是支持蔡英文。这不是一个三分天下的选举，各位南京的朋友们，大家团结一致，集中选票支持韩国瑜，集中选票，别让蔡英文脱项。恭喜所有的立委候选人代表。含市场民众甲反啊博感情，时代力量的立委候选人高玉婷、王婉如、邱显智是去关东市场拜票，无放过任何会手甲压手的机会，希望讲甲地方的选票变较悬力，而且提升政党票的实处。灯泡吗？好久不见的朋友，赶快来！就剩今天了，冲一波！找美女，找美女，冲一波！一边一个行动党来当过关，啊边啊就会当进军国会做助理，啊边啊需要你新鲜的一票。抑搁伫咧报话就伊的前总统陈水扁是真支持一边一国行动党，佮讲政党票若是过5%，摕到不分区的实处，家己地当日去国会做助理。第三势力的政党是拼死伫咧抢政党票，若是台湾基进是去北检控告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涉嫌违反国安法甲外犯罪。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副秘书长，他不只是已经公然的在颠覆台湾的选举，他
在帮中共高阶情报官员、情报特工来开脱。把最优质的人才送进立法院。安尼是国会政党联盟是透过影片来催票，呼吁甲人在3日起立法院，离大选剩无甲24点钟，各政党伫咧上后尾要来抢政党票。毋过最后感谢当改变即摆的国会释出的状况，大家看选民安怎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咱嘛知影讲，台湾的民主。台湾自由的选举，真正毋是按天顶落落来。真侪老辈你拢会记得，总统定着一定姓蒋，而且姓蒋的总统拢做甲死才有交别人，敢毋是？过去伫咧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国政会记咧讲，民进党提名陈定南，1994年选省长；提名彭明敏，1996年选头一届台湾民选的总统。有一条歌，伫街路是唱甲逐世界都有在听。这是林永生先生作词，王明铁先生作曲的《海洋的国家》。林永生用3种色字，伊来写出伊心肝内台湾的未来是什么款的形体。我嘛招所有的朋友，咱做伙来听这条的歌词。头一趴讲先昂是热情、单纯、土地，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共心肝，共款运命。漂泊子孙，代代永远在生团。迄个时代是敢若反对国民党，就爱落狱坐家的时代。林明生嘛是伫咧关的时阵，来将伊所写的歌词，伊心内所想3种色字，代表台湾未来的国旗。这个歌词交代来探究的林淑美女士，将伊歌词提出去后，作曲家王明铁才来写出这条歌。像头一趴，伊讲红色，这是热情、单纯、土地，是台湾人的心肝。啊，那第2趴的歌词咧，林明生伊阁写讲。翠绿的宝岛，美丽山河，路途逐项拢会活。蓬莱美，玉兰花，野头看卖，管大开阔，透天的玉山。是啦，台湾好山好水，台湾人感觉真公平。林明生的歌词一字一句，咧写玉兰花，咧写蓬莱美。这真正台湾物产丰富，咱就要保守这块土地。来到第3趴，伊阁写讲顺北在伊的心内，台湾未来这面旗3种色字，一项是红，一项是草青，一项就是顺北。顺北是自由、民主、公平、无限的地平线，有尊严，徛挺挺。台湾的子孙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家。选举会当互台湾人有尊严。徛挺挺，望讲未来真正充满喜乐。啊，国政讲到1994年头一摆有在条选全国性的选举，民进党台北市提名陈水扁，台湾省就提名陈定南。迄当阵，陈定南伊也发出一句口号，讲400年来第一届要将台湾变晴天。当然是咧称呼讲陈定南，人叫伊陈晴天。不过这句口号嘛，真正讲出讲400年来台湾无在条党票呢。英国国政所讲的总统姓蒋，就是做甲死呢。400年来第一届，经过2冬，连总统嘛有在条民选，国民党提名要连任的李登辉总统，头一摆面对人民的检验，伊发出另外一句选举的口号。今仔日经过20外冬，咱真正心肝来甲想，意义也是真深。迄当阵李登辉先生讲：人民，你是总统的头家。迄就是李登辉选举的时阵所发的口号，你是总统的头家，就当这张票，就保守民主，保守可贵的自由的价值。所有观众朋友，咱就会记得明仔载去登票。啊，讲到登票，咱嘛要提醒所有朋友，就要记得传身份证、印啊，还有投票的通知单。还有就是入去投票所，袂用得炸手机啊含摄影机。啊，若无上届当时会判决1年以下有期徒。另外，因为亲人中间填无共平，就甲对方的身份证藏起来，唔妨去登票。这条要牵涉到刑法的强制罪，大家都要注意。总统立委大选礼拜6投票，中山会制作宣传影片，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忘记3宝：国民身份证、印啊，甲投票通知单。明仔载3张选票，民众选出理想人选了后，千万袂当等时，投唔对，更加袂当甲选票掠掉。另外，投去投票所，这项千万唔通大。袂用的炸手机啊，以免犯法咯。这次是总统、副总统
跟我们的立法委员的合并的一个选举，那总统的罚则很重呢，还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家己投票要注意，但唔通主动别人投票。网络顶悬弹出来人支持无同的候选人，有人滚酸像讲要甲亲人的身份证藏起来，互对方无法度去投票，提醒民众安尼行为是违反宪法。为了影响到别人投票的意向，甚至影响到投票的结果，去做出就是影响到他人行使投票权的行为的话，恐怕这部分会有涉及到强制罪的问题。无身份证无法度投票，最近网络顶头嘛传，身份证顶头若是改制进程的旧冠市名，袂当来领选举票。中选会澄清这是假消息，只有94年以前核发的旧的身份证袂当领选票。另外，11号半暝0点开始，拢袂当透过各种方法替候选人或者是政党助选，违反的人上当罚500万。记者林正曾志祥台北报道。咱们来关心几件国际上的消息。昨日，伊朗一只载人客飞机失事，代志发生，警察伊朗去攻击美国军队的基地，都差无几点钟。毋只美国总统川普当嘛表明讲，伊确实有咧怀疑飞机会摔落来，幕后是有另外的原因。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直接点名讲，再一看就是伊朗出手，才会将迄只飞机射落去。乌克兰国际航空波音737客机坠飞意外事故，因为时间点正敏感，拄好甲伊朗攻击美军基地同一天。外界怀疑原因无单纯，美国是认为甲伊朗有关系。美联社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讲法，讲飞机有可能是和伊朗的飞弹射到。美国总统川普是暗示讲，飞机有可能是被伊朗无碎而射到。Well, I have my suspicions. It was very,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other people have those suspicions also. It's a tragic thing. When I see that, it's a tragic thing. But somebody could have made a mistake on the other side. 这里飞机内面往生的176人内面有63位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除了要求赶紧查出原因，也点名伊朗是凶手。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plane was shot down by an Iranian surface-to-air missile. This may well have been unintentional. 不过加拿大也強調，相信伊朗唔是挑工的，希望伊朗和國際社會參加調查。當初個烏克蘭對伊朗是唔是甲代志有關係，正保留。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tastrophe are still unclear. It is now up to the experts to investigate it and to fin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what caused the crash. 伊朗學生新聞社引用伊朗民航局嘅講法，講客機唔是由伊朗嘅飛彈射到。伊朗嘅初步報告講，客機伫咧當地時間早起6點12分起飛，起飛了無偌久就發生緊急事故摔來，不過無願意講更加濟內容。伊朗真正也講未甲OR送去美國，或者是交予波音公司。記者綜合報道。咱们来讲，法國人民抗議馬克宏總統推動年金改革，罷工已經來到第36天。工會發動全國性的遊行，有超過45萬人閣在行上街路。雖然正月初7，雙方面已經開始繼續談判，不過法國政府是要堅持無要退讓。年金改革的草案會照計劃，在咧3月就送入去到國民議會表決。警民爆發推殺的衝突，示威者向警方彈照明彈照頭，警方是對人放催淚彈，佮噴胡椒噴霧。法國罷工進入第36天，工會找到第4都動員發起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馬克宏政府愛撤回年金改革計劃。Je crois que le gouvernement va plier. Je ne peux pas croire autre chose parce que c'est inenvisageable qu'en fait le gouvernement se maintienne dans cette inertie aujourd'hui. 法國內政部表示，對去年12月初80多萬人抗議，這道人數已經降到45萬人。不過工會是講，這道有170萬人。參加的人有巴黎地鐵、國鐵員工、教師、碼頭人員、醫護人員、律師，而且11日會閣一遍上街抗議。政府甲工會初7展開新一輪的協商，希望結束1個月的罷工。工會主要反對政府用積分的制度，合併目前42種無同的退休金系統，因為安尼會讓好野甲散者愈差愈濟，好野人會當摕到更較濟退休金。有示威者表示，政府想要打造一個資本主義社會。Ils négocient rien. D'ailleurs, ils avaient déjà écrit le projet à l'avance. Ils le savent déjà depuis un certain temps qu'en fait c'est du flan. 另外，法國工人民主聯盟 CFDT 真堅定地反對政府延長工作年齡2年，等於到64歲才會當完整領到退休金。
总理菲利普出面呼吁双方爱各退一步，但是嘛强调政府未修改退休金的积分制度。草案会伫24交予政府部长会议讨论，预计3月会伫国民会议表决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讲，英国的 Harry 公爵和 Meghan 夫人发表一篇独立的声明，讲要退出王宫高阶站的成员这款身份。媒体佫特别做一个事，叫做 Megxit 来议论这件代志。白金汉宫内部是真不满，嘛真紧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下令要求幕僚，要赶紧找出解决的办法了。英国各大小报找到头版的封面，和哈利甲梅根退出王室高阶成员的消息渐加地甜。媒体佫比较英国脱欧走出来的新词 Brexit， 替这两个人脱离王室，创一个新语 Megxit。销量上悬嘛是当时上高处理王室内部信息的八卦媒体《太阳报》，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甲王子查尔斯非常生气，哈利甲梅根的决定引爆红色的内战。Queen and Prince Charles are very, very concerned and understand that senio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incandescent with rage, that this is a very, very serious issue, that they've chosen to go it alone, and there will be certain repercussions, I imagine, for everyone involved. 就伫肯辛顿宫门头前的媒体，找到翕到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道顿家己赛车出门的画面。即天拄好是伊38岁生日，传出介伊被害的东西仔梅根马克尔，伫淡出震撼弹了后，已经坐飞机去加拿大，甲伊留伫当地8个月大的后生夜市团圆。白金汉宫车白发表声明，讲理解哈利甲梅根希望行一条无共款的路，这是复杂的代志，需要时间来准备。就算讲哈利共款是王位第6顺位的继承人，但是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找到会甲哈利甲梅根的人像对王室成员区刷出来。They've moved to another area in their attraction. We call it our world stage,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everyone from people in politics, music, fashion, sport, they're all here. So Meghan and Harry will still be within that area. They're just not right next to the rest of the senior royals anymore. 主张用共和国体制取代君主立宪制的团体，共和国发言人史密斯讲，这项代志会互人对君主体制的未来有怀疑。纳税人会想要知影这对夫妻是要安怎纳另外慰安费用甲伫海外的生活费。王室的前发言人阿比特甚至直接讲，这两个人既然要住伫海外其他所在，是安怎阁要开纳税人240万英国钱，中心装潢伫温莎的厝？英美两地媒体大篇报道这件王室内部的风暴的同时，毛受访人向媒体表示，根本就无关心这件代志。I don't really care. I know it's crazy, but I don't care. 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等下关心国内立委的选情，台北市第3选区这边，人讲叫做烟斗拼烟斗。民进党提名的吴怡农，今日连总统都请来。安那军提名现任的蒋家的子孙蒋万安委员，是继续扫基站，搁来行。安那树林北投选区是民进党现任的吴思瑶立委，含国民党提名王志平，搁有代表一边一国出来战，前任的新北市议员李婉玉，3个女性的候选人在对决。选前最后一天，台北市立委选举真激烈，各党的立委候选人把最后机会有票。台北市第3选区由现任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对上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吴怡农，早起总统蔡英文来到民生社区替吴怡农徛台。吴怡农拍出保卫主权，坚持国防。此时此刻，国家安全正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关键的议题。元旦的时候，总统人演讲的时候有讲到。守护主权不能够依赖模糊的9·2共识。总统说，守护我们的主权需要坚实的国防。江捷选区另外一边，蒋万安透早就徛伫路口拜票，甲民众热情斗阵翕相，强调家己拼连任，同我国行基层。选前最后冲刺阶段一样，维持我一直以来对基层行走，一步一脚印，紧握每一双手。好，那我想一直相信选民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我一样更深入选区每个巷弄。台北立委树林北投选区共款真激烈，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王思瑶拍出文化牌，邀请文化部长郑丽君现场特制令文化人斗阵拜票。我是吴思瑶，郑丽君来了，郑丽君部长，文化部长力挺2号吴思瑶。吴思瑶对手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志平，甲一边一个行动党立委候选人李婉玉，向外界看作是3个查某人对决。安那王志平透早徛伫车顶拜票，气势无输人。
我现在要出征，和你我要同行，你我要同行。2020立委选举，台北市北山区拢总56个立委候选人登记参选，8选前较无24点钟要全日抢台北市民选票。记者综合报道。若新北市的人口数是第一多，也是选票的集中地。早起包含蔡英文总统，还有蓝军这边，新北市前后任的朱立伦和侯友宜2个市长，拢去到邦桥，甲立委斗坐阵。蓝这边发出新北市12席爱拢总过关。立军是有立委咧烦恼讲，要像顶届不分区的席次调甲遮潮，惊有较为难。嘛拜托选民，政党票就唔通搁去互小党分去咯。朱立伦来了，你爱在就去打票你了。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甲新北市长侯友宜2个人的辅选车队伫新北市龙会集合，替党籍立委有声势。打赢动员前后任2位新北市长替立委辅选，希望会当摕到全国上大的票仓新北市。希望我们新北的每一席立委都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新北能够全垒打。有朱立伦跟侯友宜2位前后任的市长来帮我们加持，绝对力道会比我们的蔡总统来得更强。我们对我们板桥东区、西区是相当有信心的。新北市的立委席次有12席，民进党10席，国民党2席，力大过拿也希望会当并盘，上少摕到6席。新北市大约有332万选举人数。是全国上大的票仓，立赢嘛真重视。早起总统蔡英文嘛去新北市邦桥辅选，替党籍立委罗致政等人辅选，做伙车队大扫街，要来拼选情。不过新北市立委候选人张丰禄是烦恼，这道的选举小党真多，恐惊不分区立委的席次是无乐观。不分区的部分呢，我认为是蛮危险的，要保有上次的席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投给真正你支持的政党，不然没有超过5%，你的票就等于是浪费了。选战已经进入最后的24小时，新北市拿力的版图，唔但关系到立委的席次，更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拿力定赢拢唔敢放冷，要把握最后的投票日来拼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台中市这边爱选8席的立委，立军望讲会当各5席，望6席。蓝军是讲4席在5席继续来，选情真紧张，每一张票拢真正会影响选举的结果。透早是台中市第3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杨庆英，就用行路的方式，伫咧大雅区大雅市场扫街。伫咧市场内底，会当感受到支持者的热情。杨庆英表示，伊拍选战无要靠大咖来徛台，嘛趁机会讲到空有的诉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火基础汰旧换新，健康市民，减煤市城。第一届选举输予政治新人，这届杨庆英虽然阁是面对同一个，毋过有执政的优势，所以反立无党籍的洪志勇要拼是特别辛苦。选战的最后一天，早起就徛伫路口拜票，嘛有民众真热情，特别过来甲伊讨签名，还阁甲伊加油。都是蓝大于绿的选区，其实是非常的一个艰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选战。台中市区的立委要选8席，目前反立5席，拿赢3席。第2选区的国民党现任立委赶快向要拼连任，加速登记伫咧地方拍拼，和国民党当作是靠有把握的选区。选战的最后一天，早起就登记刷6个区域，用车队来扫街。其实选民在意的不是这个，他在意的是说，到底哪一个阵营赢了，他能够为地方带来什么。用空降的姿态加入去台中第2选区的台湾基进党候选人陈碧薇，选战最后拍拼嘛是用车队扫街的方式，希望讲会当甲选民有较热烈，扫街的过程当中嘛，佫会记得爱开面册直播。那要拼席次，立业要保5望6，国民党是真乐观的评估坐4望5。选战当中上有话题选区算是第2甲第3，第4甲第5选区的选情是上紧张，每一张选票拢有可能去影响到立委选情。候选人把最后的时间来拼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山区这边是民进党现任的陈明文，甲英国嘛是立军这回换赢无党的旗，佮得到真侪国民党的人士咧支持的林国庆，2个人对阵车拼。早起2边拢用车队扫各乡镇，林国庆掠对手的名来做文章，画一句拒绝明文规定。陈明文是呼吁少年人，都要倒转来故乡转票，抗中保台。车队准备出发，民众伫路边放炮啊，表达支持。
嘉义山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陈明文会同中埔乡长甲嘉义县长王章良，准备要把上午的时间，甲中埔乡转向糟透透。这几天都在我们3期10乡镇做扫街拜票的动作，那看到很多的热情的选民都出来招手。我们了解到他们对于这一次选战守护台湾他们的重视跟对我个人的一个期待而对手挂着无党籍参选的立委候选人林国庆，嘛是来到嘉义县的山区，为这家乡出发，一路向环路甲中埔3个乡镇来扫街，希望会用在最后的时间向选民诉求伊的决心。杂牌军对抗正规军当然会辛苦一点，要不过我充满信心，因为人心思变，大家希望加以改变，打破明文规定，已经变成全民共识，所以我们掌握最后的一天我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胜选。离投票日只剩一天，嘉义县山区立委的选情紧张，陈明文诉求青年返乡抗中保台，林国庆是画出中间派系。两位候选人对家己的选情虽然拢有信心，但是无人敢大意。双方拢伫把握最后的时间，希望能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高雄市左南区选情嘛真紧张，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刘世芳邀请前任的高雄市长，就是总统府的陈局秘书长来到扫街。伊的对手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黄昭顺是讲家己紧定亲，伊邀请市议员和里长陪伴伊行街路拜票。黄昭顺当选，黄昭顺当选。早起也未9点，就已经遭4个行程。高雄左南区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黄昭顺甲在地里长市议员扫街拜票，强调家己市民接地气的形象。我觉得我们接地气，我们接地气，就是所有站出来的，不管是里长，不管是我们的议员，或者我们最基层的民众，包括我们的伯威我们都非常欢迎。所以请大家庶民站出来，庶民站出来。黄昭顺嘛，加对方刘世芳，干来找党内大咖来助选，平常时拢无看这挂人伫咧左南区。毋过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刘世芳是强调讲，家己选举真清气，无像对方有真大的党部资源。国民党若要选举，无钱就袂晓选。我要甲各位讲，这一次咱来拍破这款国民党的乱销话，就是刘世芳无靠买票，绝对会当选，对不对？我也相信四方在这一次的选战，我也对他非常有信心。刘世芳讲，家己是落水溪以南上困难的选区，呼吁选民大家拢爱出来投票。毋过陈局真有信心，相信刘世芳会当甲至少保掉咧。若是高雄立委除了左南，三面区的民进党立委李坤德，还有国民党赛黄碧丽嘛是拼甲真激烈，两个人早起拢徛伫路口甲民众拜票，要把握上后尾来拼选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尾咱来讲几站各行各业的新闻。国立中大立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颜律行，因为伊有音乐的专长，去参加交通大学百川特殊选材招生有通过，也是规间学校这届毕业生内底上早考调的未来大学生。颜律行同学嘛讲，趁少年加去试验家己的兴趣，这站是真要紧。弹吉他，甲用音乐甲歌声传达心情，广播共款的故事。当大部分的应届生搁伫咧准备考试，爱表演、爱讲故事的中大立中高三学生颜律行，通过交通大学百川特殊选材招生，是全校这届毕业生上早的准大学生。我写的歌一些故事，就是透过音乐来表达。美术也是啊，美术我画画，未来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说故事，或者是帮助别人说故事的人，像是导演或是艺术或音乐治疗师之类。交通大学百川计划目的是要找特殊专长，或者是有能力也未开发学生，建立大学下领域合适。颜律行会当为录取率6%左右，有531个申请者，强竞调并无简单。伊认为少年加试看卖真重要，嘛鼓励学生卖有在先下，放弃兴趣甲梦想。政府也因为这个课纲，所以它的一个考试制度也在做改变。而不是在看传统的话就以成绩在录取，他可以看到他多元能力，这个就是未来社会需要的，它是一种素养的培养。
这几年来，大学多管立学发展真好，可是不是唯一的升学管道。中大二中校长表示，除了教知识，高中嘛开真济下冷气的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素养、多元甲分辨能力，嘛鼓励学生经过网络同学合作、自主学习，增加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咱台湾的工业研究院嘛受到邀请去展览，各用 AI 智慧新生活当作主题，展现台湾人家己研究的新技术。其中有2项，一项是陪伴时代的机器人，搁一项是用伫身躯的化合式智能系统，拢总摕到创新奖。这也代表讲，咱台湾人真正伫世界甲人有坐徛，无骗人较细汉。大其中者只要挂智慧装置，这个6龄陪伴机器人，就会当24点钟侦测身体血压甲喘气等生理数据。若讲不幸发生跋倒意外，就会随连续到警力的手机，随时掌握中者生活。这是工研院甲产业跨领域创新研发的行动手臂式机器人系统，唔但适合长照，也会当抢攻全球智慧制造市场的商机。在技术上跟创新上，都跟以往的智慧衣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是觉得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呢导入我们的产品。工研院表示，近年来社会形态改变、高龄化社会欠电力，甲新兴制作国家崛起，传统机器人已经无够使用，需要导向多功能、人机合作甲联邦化发展。所以，工研院所做的研发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连接产业链，将研究的成果带到市场。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在做一些技术研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最后的 end user 跟最后的一个 market。2020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1月提起开幕，工研院也受邀参与，并且以 AI 智慧新生活为中心，展出咱自行研发的上新技术，其中6龄陪伴机器人甲复合式智能传带系统分别得到本届 CES 智慧家庭类甲传带装置类创新奖的荣誉。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讲到要减肥，有人会减食胖、减食面、减食饭，遐会食湿，因为讲迄内底是碳水化合物的成分。毋过近来有一款做法真实行，就是集中时间就去食，一天24点钟用餐的时间，头尾袂用伫侦查超过8点钟，剩的迄16点钟拢无要去食物件。近来医学界嘛发觉讲，若即款减肥法控制血压、血糖效果嘛袂歹哦。梅丽莎·班克斯顿是综合健身指导员，伊的身材袂歹，也有规律运动。点不伊伫咧正长以外，若看到四小仔点心就忍袂了。I thought that I needed a way to stop snacking so much during the day, so I wanted to limit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I was eating. 伊所讲的就是最近几年伫咧美国正流行的集中式食食法，就是一天内面甲食物件的时间拢集中伫咧8点钟内。其他16点钟拢无食。I just feel more clear-headed. I don't feel hungry when I wake up anymore. 所以真侪人是利用中昼到尾仔这段时间食饭，其他时間是因為伫咧困，或者是有代志做，較會動搖。You eat, you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s, but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clock. When you don't eat, you lower your insulin. Insulin is the storage hormone. It stores the fat, the carbohydrate, it helps to store the calories. And if you have a lower insulin, you start to mobilize the fat. 有研究讲，这種集中式食食法，無一定比傳統嘅減少卡路里攝取量嘅減糖法較好。不過，做相關研究嘅資料也發現一寡好處。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blood pressure. 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lipid,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markers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there was a clear improvement in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insulin secretion. 研究也顯示，要用這種集中式食食法無簡單。伫咧一項比較集中式食食法加降低卡路里攝食法嘅實驗，2組總共100人，減糖嘅效果差不多。也毋過集中式食食法這組半路就放棄嘅是38%，降低卡路里攝食法這組半路放棄嘅是29%。記者綜合報導。觀眾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載因為東北風有較減，天氣真正是袂歹。毋過8日暗開始到禮拜，閣有一水方面會經過，東北風嘛會較強，因為這回水氣真高。所以講，這方面的北部、東北部，還有恆春半島，攏總會落雨，甚至中南部的關山，無定閣會落雪。咱來看各地頭的溫度。
北部18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9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5度。金门马祖平湖15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嘛提醒所有观众朋友，明仔载好天，爱记得出去投票，因为你是总统的头家。后礼拜咱再会，多谢你。